踏入客廳，首先映入眼簾嘅係一組氣勢磅礴嘅整體櫃體，大門左側擺放一座低矮嘅電視櫃，櫃側更設計層板，方便收納鞋類，令雜物得以井然有序。再左轉就係嗰一座別具匠心嘅大型儲物櫃，櫃體以凹凸型交錯排列，形成層次分明嘅立體感，又增添現代感。櫃面採用銅色系，櫃內配備櫃筒同埋層板。最令人驚艷嘅係儲物櫃內部暗藏一張超長伸縮餐台，當需要舉辦家庭聚會嗰陣，只需要輕輕拉出，餐台就可以延伸至6尺長。配合隱藏式路軌，操作流暢，完美融合了實用同埋美觀。廚房採用開放式設計，同客廳形成自然嘅視覺延伸。雪櫃隔籬嘅高櫃係特別設計俾平日中意沖咖啡嘅屋主，可以喺中間位置擺放咖啡機，上下櫃就可以放一啲沖咖啡嘅配件。上下櫥櫃以 L 型佈局巧妙規劃，唔單止最大限度地利用咗空間，仲將所有烹飪所需嘅物品都變得觸手可及。調味料可以放喺特別設計嘅調味櫃，井然有序。櫥櫃嘅主要配色以木色為主，展現出自然嘅美感同暖意，更配搭咗舒緩視覺嘅效果。呢一個嘅設計特別適合熱愛烹飪嘅屋主，唔單止提供咗寬敞而舒適嘅操作空間，仲令每一次下廚都成為一種享受同生活美學嘅體驗。細房以淺灰色牆面配搭崇拜式天花，營造出寧靜舒緩嘅睡眠環境。床尾嘅吊櫃採用圓角設計，避免尖銳感，並且以銅色系製作，同床具形成呼應。櫃體入邊配置衣架同埋櫃筒，衣物同雜物皆能隱藏收納，保持空間嘅整潔。牆面嘅凹位巧妙嵌入一體式衣櫃，衣櫃內部配置 LED 照明同埋衣架，令每日嘅穿搭更為便利。浴室牆面地磚均選用全白色為主色，光澤映射出空間嘅寬敞感。洗手盆櫃採用淺灰色設計，同白色牆面形成柔和嘅對比。櫃體入邊設有收納格，專為洗亂用品同毛巾設計，保持浴室嘅整齊有序。